我哋尋日同大家報道過，三藩市 Mission 區一間中餐館喺光天化日之下無故咁俾人打爛玻璃。餐館喺今日照常營業，咁老闆娘就呼籲市府要正視區內小商業嘅安全。黃恩光報道。位於 Mission 甲17街呢間中餐館專做外賣。咁我翻嚟開門都好驚㗎，唔知每一個客人入嚟究竟係客人呢，抑或定係唔係客人，會唔會對我哋帶嚟一種風險嘅存在喺度呢？咁樣。樂太太25年前開咗呢間餐館，自從25年前第一年開張做生意前後，已經係6次7次咧，已經係要報警911入嚟搶劫啦，甚至係打我本人，打到我暈為止，打開啲銀櫃攞錢啦。而且喺每一日咧，出咗重大嘅事情，好少嘅巴打咧，都係 almost every day happen。尋日將近中午時分，一個男人入嚟，一拳打爛外賣熟食嘅玻璃護罩。老闆樂太追出去，一路追到附近嘅 Mission 警察分局，匪徒跑入去自投羅網。根據警方提供嘅資料，涉嫌搞事嘅疑犯29歲。咁其實我都好心痛啊！一個29歲嘅年輕小伙子，為咗咁少嘅事情，咁而家關入咗佢個 jail 度，好似對佢一生嘅前途都有非常之大嘅影響。咁所以我希望社會能夠正視毒品呢一樣嘢，俾我哋下一代嘅 next generation 帶嚟非常之深遠嘅影響。希望今次嘅新市長能夠幫到啲小商業，喺呢啲咁佢哋認為好細嘅損失底下，都能夠真正幫到我哋。警方以嚴重破壞公物罪將疑犯扣押喺縣監獄。樂太話：尋日打爛玻璃嘅事令佢損失大約2000蚊財物同埋生意。市長羅偉辦公室嘅社區聯絡員睇到本台嘅報導之後，今日致電樂太，並且話俾佢聽可以申請市府為受到破壞嘅小商業而設嘅援助金，最多可以得到2000蚊，幫助商戶修補受破壞嘅地方，盡快正常營業。本台亦都聯絡咗地檢署，查詢佢哋會唔會控告尋日喺餐館打爛玻璃嘅疑犯。地檢署發言人表示會跟進案件。26台記者黃恩光報道。